大家好，歡迎你收睇理財顧問之日常，我係阿曹。我哋好多時買保險嘅時候都會遇到一啲問題，就係發現身體有啲情況，連醫生都係話冇事，唔使理佢，已經如實申報，但係保險公司仍然都不斷咁樣問長問短。買保險好似要查家宅咁，又要問埋父母兄弟姊妹嘅病歷，保險公司有生意都唔做，點解咁麻煩嘅呢？其實究竟保險係啲咩嚟嘅呢？其實保險就係一個風險統計學，對於唔同嘅年齡層啦、唔同性別、唔同家族病史都會影響患病嘅機會率。保險公司會根據過往咁多年嚟收集得嚟嘅大數據，去分析唔同疾病嘅遺傳風險啦、發病年齡等等去做評估嘅，咁就去計算保費，同埋去判斷係唔係承擔呢一個風險，即係接唔接受新嘅投保申請。咁點解保險公司喺投保嘅時候好似查家宅咁問得咁詳細呢？其實原因好簡單，就係因為當你成功投保之後，保險公司要承擔呢一個風險一世㗎。可能投保嘅時候只係一啲好少少嘅健康狀況，連醫生都話唔使醫。不過喺保險公司嘅角度，我哋就會考慮呢一個小小嘅狀況，對於10年後或者20年後，或者再長遠啲未來嘅你，會唔會對你造成一個重大嘅健康問題呢？如果有機會嘅話，我哋就會特別小心啦。另外，保險公司最怕就係見到一啲未有明確診斷嘅健康狀況，通常都會做最壞打算咁樣去評估風險㗎。即係咩意思呢？例如有一個人成日都肚痛肚屙嘅，咁佢去睇醫生啦，醫生幫佢照晒腸胃鏡、驗晒血啦、驗晒大小便，都唔知點解會有呢個狀況喎。咁喺保險公司嘅角度就會睇成最壞嘅情況。即係話呢個人有機會係腸胃病啦，有機會可能係一啲大病，譬如克隆氏症啊，或者係一啲癌症嘅前期。咁用呢一個邏輯去評估風險，好多時都唔會承保，即係唔會俾呢個人去買保險嘅。不過如果同一個情況有明確嘅診斷，譬如係急性胃炎啊呢啲，咁保險公司就會更加容易知道係咩事，然後就作出一個核保嘅決定。所以千祈唔好同保險公司講唔知點解唔舒服喎，無論點樣都好，都要揾出診斷嘅結果，即係 diagnosis。客人同保險公司之間其實係存在一個合約嘅關係，互相都係賣咗一啲嘢俾對方嘅。喺保險公司嘅角度，佢係賣出咗一份保單，可以收到保費作為報酬；而喺客人嘅角度，佢付出咗錢，將健康風險賣咗俾保險公司，雙方之間係一個合約關係。一般投保嘅時候，我哋都需要客人回答一個非常之詳盡嘅健康問卷，真係好似查家宅咁㗎。要投保人申報過往嘅健康記錄同埋現時嘅健康情況。保險公司作出核保決定嘅時候一般都會有3個結果嘅。第一就係正常受保，第二係拒絕受保，第3就係有條件受保，即係 counter offer 啦。可能會有不保事項，又或者可能會加保費。聽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我，究竟咩情況會加保費，咩情況會有不保事項呢？呢個就係視乎究竟投保人有啲咩病歷啦，會唔會對長遠健康有影響呢？而保險公司最重要考慮就係呢件事會唔會增加咗投保人未來 claim 保險嘅機會。例如，如果投保人試過有腎石，都已經做咗手術處理咗㗎啦。不過根據數據顯示原來腎石嘅復發機會係好大㗎。咁所以呢個情況就會有不保事項，唔包腎石引致嘅未來醫療開支。另外，例如一個投保人有血壓高嘅，咁佢定時都食藥控制住血壓，保險公司就會根據佢嘅血壓去做決定。如果係情況穩定嘅話，有機會會正常受保，或者加少少保費都可以入場。不過如果係糖尿病嘅話同樣情況都係定期食緊藥，血糖指數都控制得好好㗎喎。不過喺保險公司嘅角度就有機會拒絕受保啦，因為喺糖尿病相對高血壓，對於未來健康嘅影響係會大好多嘅。佢有機會影響到其他身體器官，對於保險公司嚟講，呢個風險係非常之大，所以保險公司就會有呢個決定啦。
另外咧，我都有試過有客人喺年輕嘅時候患有乳癌，咁佢已經完全康復㗎啦。之後咧，佢想幫啱啱出世嘅 BB 女投保，今次咧就要加咗保費先可以受保啦。可能你會覺得好唔公平喎，BB 咁細個健健康康，啱啱出世又冇事喎，點解你要加保費呢？正正就係因為數據話俾我哋聽，原來乳癌患者喺60歲之前發病，遺傳嘅風險係好高啊！越後生發病，遺傳俾下一代嘅機會就越大。除咗乳癌之外，常見嘅遺傳風險高嘅疾病呢，仲有腸癌、鼻咽癌同埋前列腺癌呢啲。所以呢，幾時都話買保險要趁後生買，因為買保險除咗要考慮自己嘅健康狀況之餘，都仲要考慮埋父母同埋兄弟姊妹嘅健康狀況嘅。講咗咁耐，究竟買保險投保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呢？當我哋投保嘅時候，需要回答一份非常之詳盡嘅健康問卷。我哋要根據問卷入面嘅問題如實回答。可能你會有幾個疑問，究竟乜嘢要報，乜嘢唔使報呢？你只需要記住呢3個大原則。第一，寧願報多咗都唔好唔報。第二，公立醫院嘅記錄一定要報。第三，保險公司其實係偵探嚟嘅，你呃佢哋唔到嘅。不過我都明白，其實香港人咁忙，有時都唔係啲咩大病，可能睇過醫生自己都唔記得咗，又或者有時睇咗醫生，醫生覺得冇乜事，根本就冇同病人講過有呢一個病歷，不過就寫咗落 file。因為好多情況，有啲病呢根本就唔使醫嘅，醫生會覺得既然都唔使理，咁就唔使同病人講啦，費事去擔心。好似有啲情況呢，譬如病人去驗血，發現咗有乙型肝炎帶菌者喎，好多時呢，其實唔需要特別治療，有機會連病人都唔知自己係帶菌者，因為好多帶菌者其實冇症狀，但係對於保險公司嚟講，乙型肝炎帶菌係需要特別申報嘅，因為佢會增加咗肝病嘅風險。作為普通人嘅我哋，想買保險保障自己，其實唔係有心隱瞞保險公司嘅，而係我真係唔知道啊嘛。咁我哋點樣可以避免呢啲事發生呢？最理想嘅做法就係問下自己嘅家庭醫生自己嘅健康記錄，或者自己做健康記錄。我哋可以揾一本簿仔去寫低自己幾時做過檢查，幾時見過醫生，有冇一啲病係要持續治療嘅呢？如果有喺公立醫院睇過醫生，你可以去申請返自己嘅醫療記錄或者醫生報告，咁就一清二楚啦。最後呢，好想提一提大家，當你唔肯定自己係咪真係買齊保險之前呢，千祈唔好隨便做 body check。相信呢，唔少人都有收過體檢中心嘅電話，叫你關注健康，定期驗身。係啊，驗身係好平嘅咋，只係需要888蚊做全身檢查，又有驗血，又驗大便、驗小便，照呢樣照嗰樣。我唔否定驗身嘅重要性，因為呢始終預防勝於治療，及早知道就可以及早醫治。不過呢，都係嗰句啦，如果真係驗到有事，從此就買唔到保險嘅話，你會唔會後悔呢？保險係一個選擇權，去到真係病嘅時候，你都想有得揀㗎嘛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